女星大 S 在2月初病逝日本，而5月11号母亲节这天恰巧百日。为了减轻 S 妈的悲伤，小 S 打破沉默发起写文活动。大 S 影响我最深的一件事，我最想念大 S 的一件事，徐妈妈请好好爱护自己。邀请艺人与民众朋友一起响应，让妈妈母亲节不孤单。爱转角遇见了谁？是否有爱情的美？爱转角以后的街，能不能由我来陪？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